係啊係啊，喺呢個夠啦啊，開到我啲人上幫啊。想卖了多少年卖不出来了。别帮老太。这不一样吗？几毛钱一斤？係鱸魚啊，佢就係最好飲出嚟嘅。有啲下邊啲都係原材嚟。10年前我真係睇佢條，唉，真係。因為而家係生晒。生晒草。即係10年前係冇嘅，未生長出嚟嘅。即係好明顯有條條。係啊，好一望咧你就望到。而家咧，即係如果佢唔係佢講咧，你係唔會覺呢度係一條橋嘅，因為啲樹啊草啊遮咗。即係嗰個咯，我哋行過，冇得行睇啫，啲齋睇啫。啲樹遮住咗啊！呢度前邊啊，喺呢度啊，來，我們現在的話呢，開始到達一個最精華的我現在第一家在哪裡呢？我們現在哦，這個啊。 10年前嗰陣時咧，你一望啊，係老黃定村嚟啊！打過嚟少少。咁樣。係，好好好。1、2、3，誒好啦。哦，呢個你哋個手機係個。這邊正好看到了，有石林，有石蟲，也有石牆。石蟲哪一條？石蟲就是哦，一條一條。